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喜来也。热氧也就会翕相，对以前的人来讲，唔係咁簡單的事情哦。首先，我請到一個師傅開頓安太台的機器，才可以翕相翕好一種相片。翕好嘅也會洗，也會等一段時間，才可以看得到自家翕嘅相片係好也唔好呢。唔像更加我哋相機拿出來，手機嘅拿放來，驗一下，馬上都看得到自家翕嘅好也唔好，甚至於馬上都可以分享俾自家嘅好朋友哦。今日呢，我哋就特別邀請一位6隊賽期嘅6隊攝影達人哦，佢嘅翕相啊，翕得真厲害呢。我哋特別邀請佢到現場來分享，介紹佢自家嘅作品同佢啊熱氧之路佢嘅心得咯。我哋馬上來分享佢吧。歡迎我哋來自屏東竹田嘅永聰哥。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還有我係來自屏東中隊竹田鄉嘅陳永聰永聰，大家好。永聰哥，歡迎我。哇，我看到今日你帶來有相片，還有獎狀呢。哦，你這在真厲害，熱氧嘢都有得名呢吼。冇啦，因為熱氧吼係我先去第波一部分啦，我參加比賽係咩係第波一部分，哦，安尼等下咱來聽介紹講，用辦人熱氧得到比賽獎品咯。永聰哥，我想請教一下，其實你本身係做乜嘅工作，用乜辦會自家來上嚟接觸一個熱氧呢？我本身係公務人員啦吼，因為我會接觸熱氧吼係有一個過程，一個過程用同大家分享吼，因為凡事多睇好，以前以前的客家人家庭吼，我唔係講佢富裕啦，一個家庭愛搞吼，些人吼，真是冇辦法去買相機，所以講我凡事都最睇好最大遺憾喺內，因為看到每次看到同事群嘅朋友，看到一定都有凡事相片，我都冇，我最細嘅相片睇那是幾點嘛？睇我哋國小畢業典禮畢業紀念冊的時間，係我最細嘅相片。係時間，每次我談到我朋友啊，我同事啊講啊，伊凡事用嘅，伊拿相片幫我看，可能阿講哎呀，我以前老婆同以前老婆伊奈了，我以前的青梅竹馬還蠻，所以講也係我人生的一個很大的缺憾啦。所以說，等我有社條時間，尤其收入時間，雖然收入唔係咁個多，因為我對我細年的出生之後，想補一個經驗，可是我對伊嘅生活環境，可是慢慢的一想，一時間去想法人家點嘛，一傻關相機嘛，冇困嘢以前的手機嘅相機，話術我唔係講個好啦，所以講一時間一出播時間吼，係對96年開始，我嘅那一開始出生時間，我慢慢去記錄，也記錄過程吼，其實愛有分幾個階段啦。比如講我開始接觸攝影的部分係96年開始嘛。因為一時間愛記錄攝影的吼，一攝影的吼多一個時間，因為本期的。因為一定我看到相機，我開始變開始做。我想講，我點解有相機嘅？變我一防潮箱不抗風嘅，冇講聾啊！我想講，還有別的方式可以持續我對熱氧的熱情。一時想講，參加比賽係個方式。另外一個部分以前我專注喺我周遭生活嘛，攝影的地方。可是我對我生活起居，可是我去那了，帶攝影那了，可是慢慢的去認識環境，可是我去想。有時間因為兩網絡個發達嘛，個發達好，你講我常常去網絡查資訊講，我那了。一時間我看我嘅作品加我哋旅遊文字我哋上傳，比如講農委會農村風情網嘅網站，還有其他網站，比如講我傳一個，比如講我哋後壁社區啊，我哋大花農場，你故事傳送嘅時間本大家人分享，把人家啲安用去了，熱氧係幾多一家，然後可以分享俾大家，佢大家群一個喺網絡上大家有一個回應，另外一個正面回應，所以講佢是101年嘅時間慢慢的轉型，比如講翕攝影咧，比如講開始轉型的也翕我哋咧周遭生活環境的嘅事物，都有一段時間伊時間講，你我翕啲面嘅人講，我翕啲算唔會可以參加比賽啊，我想講，我程度有多嘢冇，應該講想講應該冇啊。想講，一時間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有派一個大陸關的
野羊比赛。哦，嘿，那时间我还想讲吼，我来参过看看来体吃，吃看那些，嘿，做神奇嘛，一时讲，一时间还睇网络讲，安样诶去参加比赛，其实没有做功课，因为判一个比赛吼，一定有一个目的性，我希望他赶紧去国术的体育馆去了，所以讲我去了，我去是像以前我第一有马事情，好，我去第马事情的时间，好，那第二去信赖，那有故事性，啊，比赛才会得奖。这样可以想对人家评审啊，也係講那個眼目光啊，看得到。所以103年的時間，參觀體育館比賽的時間，一時間早上條6點，唔啲客家人生活吼，攏去做紅起來。鄉下啲人都去做嘛。這邊有順天宮，一時間6點時間有人喺溫盤吧，有人喺拜拜重陽咧，一時間嗌過去講，爸妹，我哋啊參加迄種比賽，好，參加迄種比賽話用奈何去。有一群分享，體育館有實施公信仰，好，還有之前我們見他咩青年生啊，中原普渡嘛，一定有四股牆板，有按呢，而家以時間希望四股牆板邊個係咩嘢事嘅去，還有群分享，還有中理和故居，所以講我去參加一些比賽的時間，發現吼，你可以走出去啊，你走出去，你人家不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嘛。那時想講，真是你走出去之後，你會發現很多人跟你分享他在地的知識，然後那你就內化成自己的知識之後，去看這些環境，然後去攝取它一些畫面，然後用畫面說故事。好啊，最面有開始得獎，得獎法吼，以前的相機，你看我當過擺嘅相機有3台嘛。哇，而家全部都係你自己嘅相機。因為我一個人後面冇辦法買咁多相機，然後慢慢的吼，因為太緊容易用電子模工個好啦，然後慢慢的分期付款。一鋪嗰好誒，好厲害誒，都滿意咧。從體台法吼，體台法我係體育館時就用一台。你用從過，體台都係用一種按專業嘅相機啊？冇，我同講一句話，以前係用傻瓜相機。就用這個大片的這種傻瓜相機，一時間吼，傻瓜相機以前裡面有個廣告咩？講你睇李群講吼，他抓得住不？其實吼，那抓不住啊，因為聲音咧，鳥都會罵嘅東西，鳥都像風景咧，也唔會同嘅東西。我翕嘅時間聲音咧，對，起碼一都這樣嘅。一蒙蒙誒，看唔識，所以講吼，因為傻瓜相機有先天局限，所以講以前咧睇傻瓜相機時代吼，啲像素冇咁高嘛，看每個人翕上來咧，攏比攏唔會停頭，攏顧下來，我一個人睇照表歌場吼，翕唔到，因為真難，因為傻瓜相機冇辦法拍，冇辦法做得到，好，所以講101年的話，時間開始買體台相機。之後吼，開始慢慢練啦。103年的時間，用體台相機翕相。迄個唔會差，有獎金，獎金發開始投資啊，人家要自我投資來投資第二台相機，就慢慢的進步。所以講，獎狀吼，慢慢的參加比賽，定到。我第下幾天明年要參加5場以上。哇！一參加迄本即個可講有動力啊，參加5場比賽，吼，慢慢有時間某一天。較幸運啦，會得獎，得獎法有獎金，獎金法開始慢慢聽過檢條相機慢慢定好。你要真那個其實那個過程吼，可以慢慢的看到吼，你對你相機的機械原理吼越來越了解化吼，你迄個相吼會定好。其實也夠長啲背後，從103年到定下5年，攏慢慢地看斷啦咧。哇，用錯講真是難誒，像我自己也有睇翕相，不過冇像按堅持。以前有參加過比賽，冇得獎之後，後尾就懶誒。更加咧都心中哪段數據可以翕相，我都會記錄我自己嘅成績，就搶按咧。冇像還會本自己設定一個目標，一年會參加1到2個比賽呢。冇啦，也還好講，也設定目標吼，係本一個動力啊。好，你講心理學講21天原理，你做連續一件事情吼。做為21年後會變成習慣，其他人類對我來講吼係生活習慣的一部分啦。因為譬如講，像人家常講吼，你養法常看到一個好畫面啦。結果手機冇帶人見面冇帶，那像用眼矚目送誒。所以講吼，我常會帶頓一台相機，看到耐，翕到耐，
好去记录周遭事件啦。你用从讲，还记得这个体重的相片作品係乜嘅冇？体重的相片吼，当然是翕我来啦。我爱分享一个最早一个故事，一项的故事，对我最有鼓励的部分哦。有一次吼，在体育馆那样比赛以后啊，看到网络有一个讯息，有一个流浪狗米克斯的中途之家，冇饲料的啊，冇饲料一定要义卖啊，一定用马义卖，然后用滚脑的相片。那实际上讲来参加，看看这个来尝试翕吼叫的吼喵的来翕看下相片，一投稿看一定有采纳冇，结果吼有送过去有顿有采纳。那小姐讲吼一定之后吼因一组。好，因为主要种诶，生一种诶，明信片那个明信片，结果1礼拜卖枪枪，哇，1礼拜卖枪枪，先等一下个，没问题讲，睇后面事情吼，1礼拜卖枪枪，比如讲一定比啥讲无粮食的一叫伊个妒忌的，好，比如讲啊，等去像以前为了4年的，好，比如讲去参加比赛，你时间发现讲，其实像可以帮助别人，也对我一个不同的观感，有一个新的那个成就感。创业家之后，一种这比赛发一个感谢状，让我第一次吼，有单位颁感谢状本来，对我的吼也嘛呀，对我来讲吼非常珍惜，所以珍贵吼，也一定也协会没有下一封信呢，一个感谢状的，除了感谢状还有一个感谢信哦，让我表现多礼拜，所以讲下摆吼慢慢的开始有嘛公益团体还是公益的活动记录吼。慢慢的会给点探索，所以讲，大家吼，可能会慢慢会讲到啊，走马的事情啊，大家来分享安尼。也对用从讲来讲，也係一種鼓勵呢，吼。係啊，真是啊，唔錯啊。觀眾朋友，原來一樣唔單止可以記錄自己嘅想法，甚至於講可以表達自己嘅想法同感情，甚至於來做一啲公益哦。嚟見到精彩故事，我哋休息一下，馬上過來。更加我哋除去了，可以同大家來分享我哋迄個奈了翕嘅那條好嘅相片。不過除了翕奈了嘅相片，還有其他嘅冇呢？我哋繼續來請教永松哥咯。永松哥，頭先有講到我翕嘅新年嘅相片，除翕奈了嘅相片，本大家來底下講，我哋翕到奈了有那講嘅風景。除了也以外，還談講講，一樣有分青島種嘅主題，有人物嘅啦，有風景嘅啦，有建築嘅，這個本身會好哪一種的主題啊？因為底下啲好一樣吼，其實說我底下算是初學者，所以講每個主題吼都有嘗試啊。比如講風景啊、人物啊，還有講紀實攝影啊，都有啲嘗試。講下擺吼，我慢慢的會朝那個紀實攝影，因為紀實攝影有講，因為我哋做田鄉吼有一個劉秀雲先生，他喺我哋就對嘅吼一個一樣嘅老前輩，伊看我哋以前嘅吼農業生活時間一個多嘅。以前珍貴照片都保存的，好等下以後面還留嗰度膠卷啊，還可以台南藝術大學的修復，嗰也係對我哋對來講係一個更大的資產。想講因為昨天有壓力能人嘛，想講後面時間沒想講朝他目標去進行啦。所以從主持人講吼，因為我研發有對親子旅遊可以隨聊的。我有群底下喺昨天用公司上班嘛，我上班時間我底下開始因為那樣群我是工作已經分不清楚那個界限了，所以講工作之餘我會帶相機去記錄。個還係嗰個還有我參加些比賽，然後個那比賽當然轉那這行，所以講因為從我可以講嘅我有按多主題吼，我最咪偏向紀實攝影的發好，因為為了工作關係，比如講李秀媛紀念館，李秀媛先生的一個紀實攝影，所以講我開始喺工作時間我記錄，喺昨天工作辦過活動，比如講動漫季啊、六隊用通飛啊，還有一些忠義祠春秋季啊，還有一些竹田驛站吼嗰度活動，因為想講吼，因為我以前係睇苗木琴吼。
因为网络过发达嘛，网络前可能做天象有蛮爱点图片，结果做天象的图片蛮爱弄冇。这个加强的发通啊，嘛个文化，嘛个相片都冇留。係，都冇，誒網絡上全冇到。那我想講，當我開始來記錄，用記錄後，我底下有兩個方向。第一個吼，睇參加嘅參加我哋用工作嘛活動時節吼，因為我家做工作人時節，我盡量去天數去相片，還要保存。好，第二部分吼，我有參加一個網站，係中央研究院的數位島嶼網站，然後網站唔會查。繼續本他間人用，因為每一個人都可以用吼。因為網站用完咯，因為唔睇那翕相可以傳上去也有可以標注地點喺那。因為擺喺整個網站裡邊吼，有會呈現講，做天象有乜相片喺裡邊，比如講尼普象，還有重置象有乜相片裡邊，你傳上去發有會變一個大數據。好，擺比如講像我來講喺網絡吼，唔多我哋做關於做天象嘅東西，而且底下有。著作權保護法嘛，有很多東西沒冇一定可以用，所以講下等下傳送一些發吼，一些相片，那要無償授權，本他間人可以形象嘅故鄉。也有一種好嘅方式咧，因為有時間我哋講好，我哋翕好嘅相片，講下睇這個天內地杯，假使個有一年天腦壞，亦都冇嘅，結果我哋重要嘅相片，也可以傳到一個網站，順勢做一個保存嘅吼。真正做一個保存，佢種嚟講，比如講因為個 VMV 一定有啲徵集老照片時節吼，有的是老照片，有的是地域性的照片，我攏會提供，沒有睇六地方園區嘅數位保存中心吼，有幾種相片攏睇典藏，也係為咗故鄉啦，底下點。他講用地吼，也做天象，底下邁入國際慢城嘛。好，今年也榮獲那個10大客莊小鎮。我自家有想講，譬如香港說推品牌小鎮，因為品牌小鎮嘛，行銷弄愛嘛東西，愛影像，所以講我看以前呢，我有許多嘅相片吼，我可以提取出來。做資料，去送去做評審，所以講我以前迄個指標我對做天象嘅方來分享一下幾種相片。好啊，馬上來看講嘅相片，有哪一條呢？第一種吼，老夫子壁畫牆。我有去過喺美崙村。每一個地方吼，攏有同版的一個壁畫牆。好，我也就是貼片。也做乜貼片哦，也係王者作者本身來畫嘅，種也專業，一定要有鼓來，有槍藝，有槍藝可以等做一記錄，講一定一牆面作為新年嘅，你條細會給人修復，重新綁好來，所以講也吃來。好，一定咩類公益嘅類嚟，就俾做天象所以講一定王者帶嘢學生嘅，類嚟就俾畫，好，佢係佢記錄，也係個難得，天嘢部分去分享嘢。哇，安講也係挺難呀！人家啲是講看到嘢相片講有個創業意大利嘅威尼斯啊，講唔地睇，總話會係講也睇客家狀睇做天象嘅跳灘。因為跳灘因為打港遺址，係以前嘅打港，因為我哋做天后係嘛呀，係由龍井溪經過，龍江海嘅水路行過。以前我哋講做天青島嘅航船，以前最早以前有航船，嗰時候嗰片有個水上六對嘅威尼斯嘅感覺。我跟你講，一定有一個水閘門部分一定我嘢船嘅很多打港時節要揾太船嘅，因為嘢龍江海。他會行寫船嘅，以前，所以講一定我揾太船嘅時節一定會捆一個攏下來。不過最特別嘅事情跟拿一下相片揾太個介紹也就係有一個兩皮薄公捆一金絲田。我看到一個高高嘅塔，衝塔嘅嗰個金絲田。金絲田一種相片其實融入故鄉嗰度嘅元素，客家種嘅啲嘅金絲田。天伊隔壁有一個兩皮薄公，天上嘅伊這個係一個客家聚落的起源點，因為我哋愛賣面那有錢嘛，那個有生意的嘛，所以講伊算是風景照，可是它有風景兼人文的意涵底部。個天因為一講客家種，因為還有一個地方比如講我哋底下
国际慢城嘛，慢食、慢活、慢游嘛。其实每个地方吼，屏东有3大的绿色隧道。其实某年底。真是俺也唔知。第三个绿色隧道吼，小叶懒人来睇竹田。啊，睇竹田，呀竹田奈啊！啊，竹田太湖。哦，太湖种嘅片。太湖种嘅片。哦。嘿，啊太湖种嘅片都翻好某年底，你讲下一时间睇隔壁等一个老人家一个阿爸去过去，啊你呈现一个慢活的意象。嘿，啊相片每个多年睇用，因为嗰多年用呀相片发好，比如讲伊的竹田的知名度有诶。还有的时间吼，啊，比如讲他干你会讲，竹田奈了，看到相片竹田来竹田茶条了啊咧，落去叫他啥？因为多多看各种相片啊，而将树的同路可能无按相应，你咧放咩去顿叫他啥，可以眼你可以想到，其实一个地方可以好了，可以去叫他啥，可以行路，就有个感觉出来呢。系啊，其实吼也系算一个日样的一个技巧啦。有时候吼，像我常常讲吼，比如讲风景吼，伊能睇在边唔会痛。其实讲迄风景吼，就只能照它春夏秋冬。但是有一个人睇嘢某感觉就不一样了。有人入境，不管是正面跟背面吼，你会感觉这个感觉这个相片是活的。你会猜测说这个人跟这个场域有什么互动，所以说刚才回应到刚才是说有风景照或人物照或之类的，然后我是从风景照拍完之后，风景照是最初入门的，因为它不会动，它就在那边等着你的摄影机头把它框下来。系啊，嗰时节抢风景都冇可能冇按定正，加上一个人嘅感觉都冇共用。超，所以真是好，也还算是一个那个摄影的技巧啦。他刚好他赶紧好去想时间可以参考一下。系啊，你用从过除了这个家乡也几种相片之外，还有其他相片可以同大家分享嘛？有啊，我有讲有准备嘅等综艺词诶，综艺词有伊嘅庆典春季秋季那种记录。比如讲今年图诶，比如讲去记录时间有一个客家小提琴家，可以去想下来以就可以当封面照，六对风云杂志就是当那个6对风云杂志30周年的封面照。我有，其实睇嘅综艺词嘅故事故乡嘅某个地位，跟拉小提琴，拉小提琴的咩係愛等嘅客家才女啊。你感覺真好強用咧！以前人哋感覺睇嘅地位像衝呀，可能睇家哋。潘發圖冇想過睇地位按你拉小提琴，係一種冇用的感覺。其實每個慶典吼，都有一個主軸啦。比如講像今年還有比較傾向這個以前的吼一定昨天沒有演歌咩？有演歌比賽。有以前有一挑擔風中勇咩？有凱當風帆。凱當風帆，所以每年的主題都冇一樣。有些凱當風帆會請講比賽。係來家中南嘅喺相片地方攏有，大概到嘅節目會呈現俾大家。你用從講特別按到嘅相片，你自家印象過深咩？有冇到講哪一種相片、哪一種風景印象過深咩？我第一是講一種人家講用相片講故事是一個最好嘅作品啦。以前我等比講用寫詩來講故事，其實用相片可以寫故事，真是能言。用相片寫故事，一定要有一個攝影企劃。比如講，本一個主題不易，你用一種相片，本可能人哋唔到底睇講嘛嘅，也系列主題的部分比如講像主持人講嘅像用一種嘅主題去攝用對用發言去真是一個風景，搭配下主題我有創作一個120公分的視角的作品，120公分的視角，一個主題真奇妙呢。觀眾朋友，到底120公分可以攝做哪一條嘅相片，有乜嘅主題呢？我哋休息一下，馬上過來喲。上一台用從個有講到一個主題，120公分的視角，到底一個公分同視角有乜嘅關係呢？其實我嚟請教用從個咯。用從個，
你头都有讲到要个贴配，怎么可以120公分要个主题呢？系列的那个照片哈，就是要自己定一个主题，我就把它定120公分主题，因为我哋常常都用太年的世界去看一个六段花延期，想讲新年的很有看文化延期，我睇嘅六段花延期去筹诶，2点钟。来观察每个小孩子，他们看到他们在做什么，所以讲来开的影像去放起来。第一种相片，好，一个新人呢，提个3架的喷水池，去提高，第二个相片，系一个新人呢，提个高沙，嘿，第三个相片，系一个新人呢，真的提个水沟绳，水沟底部，真的提个加高水。第四个提个草皮，好玩个纸飞机。第5种相片哈，还有一个总结，一个因为画面系2个新人的韩国语交错身而过，也主要是讲吼，2个新人的魔术师，讲等，拢提下6段文化演技，度过一个较好的下晝，大家人拢佢歡喜。原來有個主題啊！我覺得見面講120公分，嘿，唔問人聲音咧，吼，翕相啊，翕嚟都對佢啊，目做看出來嘅東西，拿出來做比賽，原來去看聲音咧，看佢哋係做乜嘅，翕放嚟講佢哋故事都佢哋係6段文化演技可以做乜嘅搞乜嘅，哇，真是鬼有意思呢！用人文同嘅風景、氣景，做一個結合。哇！你除了一種主題啊，用種講還有翕過各貼的主題嘅冇？有啊，各貼主題比如講像一行紀實攝影嘛，紀實攝影講新聞攝影，還有宗教文化慶典，還有各種也種都是比較所謂的那個紀實攝影。有一次我等種常紀實攝影最好喺那裡嘛，有抗爭的地方。抗爭，人家在靜坐抗議嗰種，因為有衝突性，因為有抗爭的地方，畫面有衝突性，它相對的張力比較大。比如講，我去屏東哈，有一時間有一些日治時代嘅老建築，好，而拆掉，第八飛行傘的官舍，那時間有參加一等一文化團體哈，禁止那個文化出去拆那些官舍，抗議啦，所以講也站在警方的那個肩膀往那一個抗議的人來看哈，那個他們那時候也不會可能拿東西嘛，就手無寸鐵拿一個告示牌，就是說不要拆什麼東西，然後就是說在一個就是很絕望的眼神，然後那個感覺就是會讓你感覺到說，這個文化珍藏真的是很值得讓人家保護那種感覺，而且還有陸陸續續還有參加過多客家，比如講嘉東的呀。比如講嘉東實戰場，比如講以前嘉東吼有一個傳統習俗，喺端午節、五月節時節，好，我們用這沙條來辟邪啦。我頂下吼，也轉發用這水球啊，這水球它太年4年攏可以搞，它可以搞一個機密。我話去嘅時節吼，有時節吼，你在攝影過程忽然會有個小插曲啊，有一個迄相時迄個細阿妹也講我係講。有馬貼地方，伊講伊跳阿毛，有參加，特別參加比賽，跳阿毛最多誒。他講到伊跳阿毛，用天的咧，結果咩？自然捲，像規個。像人家人看那個5年那個跳阿毛，那麼衝砰，發亮一抖，像嗰朵嘢設計主題，有時候你要去拍攝的現場，那地講有時有發生額外趣味的東西啊。不過用從個他分享一兩個故事啊，我就沒到講，像。抗議現場同樣嘅法通，你看這個水球也係真是有這三條，先不論啦吼，一種場合地位，佢可能會有危險，唔能會用嚟注意保護自家呢。好，我從以前的一些記者，有抗議現場我們有記者受傷，其實說我翕影相片其實唔是假，你盡量保護自家，冇嘢啦，冇受傷啦，盡量去，因為唔會受傷，冇受傷後你自家啲溫存體內。所以講，你盡量去保護自家。問題講真的受傷發後，那有導演講戰地記者，按每天地方，那可以去到好相片，這個係取捨咧。不過用從講，你頭都有講嘅全部都翕相嘛，係啲靜態嘅部分。我都未到講，我有看到人家嘅獎狀地位，有講有翕啲咧6對1年嘅樣片，樣片同嘅相片，用未翕好噶？樣片部分以前係是講也底下翕相，
较无按多你睇看咧，點解常常睇用路看睇 YouTube， 看樣片，所以講看樣片嘅時候，我想講因為去做田來行銷嘛，然後行銷係想講我也看唔掂，所以講我來片動一個沙起一學嘅微電影。所以講你學微電影發好，伊其實咩去嘢料誒，其實自我成長，因為係唔搞作品，所以講話等於睇個作品係原味咖啡。之前有人看到佢啲寒酸唔會差啲時間係因為一錄影可能也冇一樣，錄影有嗰度專職有導演，有啲攝影師，有場記嘛嘅嗰度有分工，所以我負責係錄影嘅部分。一時間一看到講。我嘅當初嘅原味咖啡後，本看到書裡面有人唱嘅寫另外一部係嘅花田喜事，係記錄係。有這個安尼，這個係除了一樣靜態樣相片之外，都係好嘅咧圖嘅樣片。兩個部分，這個好可能有感覺學習到嘛嘅冇？有，因為無同伊兩個地方是無同樣嘅，比如講一樣嘅部分，唔可以即係跟人去處理，跟人做。個問題講，睇錄樣嘅法號，需要大家人來探索，你跟人分工合作，那可以完成一個好嘅作品。只有大家人前面都做好嘅，後面剪輯嘅伊告訴伊冇可能探索嘅法號，你冇辦法可以把整個作品都完成好。就是如果有兩片的模片用本自家有一個新的感覺，新的個感觸。所以講唔睇一樣嘅法號，用錄樣嘅法號，看你這家時間快批下冇。假如你有一群志同道合嘅法號，你可以朝錄影方式。假如你像你這家有本身這家個模行有協調嘅法，你就朝攝影，一個人可以行嘅。就是有兩種模樣嘅講故事嘅方式，一個日一個錄嘅樣片。按你轉過來講，用從個。一樣嘅時間啦，係用相機嘛，其他冇相機嘅人像人哋像用手機嘅，兩種一樣嘅方式，有冇共用冇？其實呀，底下手機嘅一個功能吼，佢強嘅，其實佢嘅相機吼，其實一個功能差冇一度嘅，即係差得挺耐，差一相機吼，亦可以揾鏡條。手機也唔可以揾鏡條。圓嘅圈嘅大嘅細嘅嗰種鏡條可以揾廿鏡，單眼相機可以揾廿鏡條。我手機也唔可以揾鏡條，我手機也沒有進步哦。有到手機後面有兩個鏡條。有哦，我有看到人家有3、4粒嘅，我同講奇怪，其他手機用按貼片。因為每個鏡條吼有一個光圈呐，光圈太細，所以講以這部手機要判斷講呀場景需要用到哪個光圈，好，因為用哪個鏡條去翕，所以講吼，一手機嘅底下吼，你變成人家大家人翕相嘅一個常態，所以講你卡冇嘢單眼相機，因為單眼相機佢重，不方便，所以我底下相會鼓勵，大家吼，大家用佢行出去。一是相機手機也是最方便的。安尼人拿手機來翕相啊，用同講，可能人家嘅安排翕相嘅，你可以教人一兩步吼技巧跟翕相翕一個好看的嘛。像底下吼，他本人8號一點吹咗，不會弄個翕相，從入面講從入吹了嘛。所以怎麼翕相，他不會弄兩個主題，一個係風景，一個係人物。風景部分吼，我會注意，第一個翕相吼，你講攝影是光影的。光影的那個變化嘛，第二個部分貢獻。假如翕風景的話，一定要選角，你光落嘅話，你風景都無所說。第二個部分吼，構圖，比如講，你風景好按度，比如講你翕樹嘅，伊要翕嘛個建築物，然後仲可以種架通下也按也風景冇嘛提升。所以講唔睇翕風景時節，我去伊搭配講，我翕嘛東西，我翕樹嘅。還是要翕也嘛，比如嘛那景點的一個特色物，足夠可以買嘅，我太貪心，全部係男嘅。仲係翕到一番，人家其實我翕嘅伊嘅圖騰，結果幾邊人看人家講人家種相片嘛弄油啦，唔啲我凸顯嘛嘅，所以講翕相嘅翕風景時間咩冇太貪心，唔即個翕唔即個上去嘅地方去翕啦。第三個吼，我翕嘅主題以外吼，你背景吼，盡量看冇按多雜物，因為相機冇從單眼相機有長短那鏡條嘛，從鏡條可以模糊後面背景嘛，假如我哋呢相機冇辦法，所以講這個後面背景佢雜亂我細微嘅，這個一巧，
像那个后面的背景吼，较无差的啊，告诉我们迄个风景，哦，我们上差的，我可能要即个调个部分。这样可以翕得更好一些。但是咧，反正无嘢其他杂问题啊。哦，伊唔爱调个背景，也唔爱构图安尼好。啊，ที่写讲构图，比如讲，因为影相机冇办法去凸显一个景深，所以聚合仿射凸显景深的部分吼，伊讲个主题不用重点，前面有一个前景，然后后面有一个背景，就是有3个景，前中后。哦，安尼讲到唔呀风景吼，更有层次感。哦，你把握下4大点的话哦，你用相机，买手机的相机可以咩写得更好。哦，在用从过安尼讲好了，人都把握下个4个技巧，都可以翕得更好的风景的相片哦。系啊。哦，安尼最重要也系讲，除了把握下4个原则，其实自个多加的练习，行出去脑杯，错冇？错，哇，观众朋友，咁你通下用从过安尼介绍，大家对热氧系咪有进一步的认识的呢？最重要是讲，其实热氧表达这个想法，这个感动，顺势将这个家乡故事啊、人文嗰度顺势保存下来哟。再一次感谢用从哥给我们带来安精彩的作品同安精彩的故事哦，多谢。多谢主持人，多谢大家，欢迎大家来昨天来了，来带大家人来翕相哦。作为安叫的，我们先停顿先生来做演通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好好运动的时间呢，我是王振祥，来自于屏东演唱志向77导演养生协会。另外一篇呢是郑先生，一篇呢蔡先生。今日同观众朋友做的呢是我哋的左右后台，左右后台呢是我哋的非常功法。今天呢首先呢我哋做2只腳打開來。同樣以肩頭同法，做嘅時間呢，係我哋呢注意我哋呢腳起嘅時間，唔可以起嘅呢別側，起嘅別側我哋呢7條嘅數上吼，所以我哋注意嘅7條。講我哋呀呢，起嘅時間我哋呀變鬆啦，18個像坐凳呢一型呢吼，變鬆啦，然後我哋開始呢，當我哋呢胸前打開來以後合手來，合手來過後呢，再打開來，2隻手。南方嚟搞，南嘅到胸前方，南方嚟我哋呢手棍呢送上去，送上去，再我哋呢手棍手節慢慢嚟變下來，雙手呢也輕輕嚟變下來，變下來個撈對我哋呢背囊行去，背囊行對我哋呢下肢骨嘅地方，2隻手。右手呢，對我哋呢下肢骨，左手嘛係對我哋呢後背伸出來，也係壓縮我哋呢氣場吼，利用我哋呢做壓縮嘅時間，也係正面呢壓縮我哋呢氣場，幫我哋呢氣場嚟做一個按摩嘅吼，也係氣場功法。氣場功法呢，第一我哋呢跳下變鬆嘅時間，我哋呢腰骨轉對頭線。手放起來，一隻手在前面，一隻手在後背，2手交換的時間，對我哋2手吼鬆出去。第一點鬆的時間要注意哪一點？我愛嚟裝入來，我手凹出來嘅時間呢，有人話嚟拿出去，嚟拿出去冇法度壓縮到我哋呢一個氣場，主要係訓練我哋嚟2隻手，一個向前面，一個向後背的時間呢。第一，我向前面呢，我對人嚟提防，對人嚟提防呢，鬆出去，拿出來，哈。後背呢，後背一隻手呢，係對我嘅後背，嚟豎接，天天呢延長出去，也係我哋正面呢，通常都我哋腰骨豎出嚟對頭線，對我哋呢肩頭縮入來，當我哋呢胸前方。我2隻手交換過後，主要我哋呢後手前面臀後背一隻手2片對綁出去，對綁，
也系做我哋正面呢，我哋侧面呢有一个侧面呢左右合谈。侧面同样我哋呢数哪方嘅咧，那么向前方，数肩呢送上去，手棍标下来，眼神标下来，标到后背去，我哋手标伫后背，我哋呢腰骨同高骨转右偏，我哋呢左手绑放起来，两只手前后绑，绑长过后伸出去，再向对后背顶到转来。再一次的搞完的时间，我哋就用前后绑出去，再绑出去，我哋眼神打出来。再一次的双手那么到向前方，送上去。再标下来，到我哋的腰骨方，转我哋的高骨，我哋的腰骨高骨转到左边，我的手前后绑出去，标上来过后，我哋转对后背，再一次搞完，利用搞完的时间压缩我哋的气场，利用安尼压缩的时间呢，我哋做一个气场的按摩。几多阵呢？我哋的手针勒在胸前方，也系侧面的动作哈，给他做一个正面的连续动作，直接拿后背去。放出来，也系正面的，初中的人做的系正面的。以上呢係我哋祈禱嘅示範，我哋嘅左右合彈。接下來呢，我哋要初禱嘅示範，所以呢，我哋觀眾朋友準備一張單呢，我哋就做初禱嘅示範嘅左右合彈。今日我哋所做嘅示範呢係初禱嘅動作，觀眾朋友準備一張單呢，準備好嚇。但係要注意我哋嘅安全性，唔好有離呢，我哋坐上去呢，那麼危險，更加多虧事嚇。我哋呢左右合彈，坐下嘅時間，我哋呢有兩都講啊，我哋按你做時間注意我哋呢燈呢，我哋呢燈呢有燈有背，嚇，有後背，挑時間按我哋坐嘅時間，同樣1/2同1/3嘅坐法。我哋做嘅時間，我哋呢手呢直接拿放起來，拿放起來過後呢，我哋向前面縮放嘅時間，要記得係對我哋呢也就以手棍手節也就以縮放起來，到我哋呢胸前後，那做一個拖過來嘅到下肢骨項嘅地方嚟轉變，到我哋嚟綁出去。仲有時間我哋呢數一個陽嘅，一個陰嘅，所以一個陽嘅同陰嘅呢，有陰嘅虧事，我哋數把種向東方嘅虧事變過轉來。變出去，對我哋嘅數節縮放起來，縮放起來過後呢，再做一個搞彎。然後呢，都係我哋正面呢。從左右合彈哈，過來示範一個我哋正面的左右合彈，正面左右合彈呢，我哋同樣手拿放起來，
拿喺胸前吼，拿喺胸前過後呢，同我哋呢數節送上去，天天嚟變下來，變下來我哋松樹變上嚟，變喺到後背，變後背我哋腰位臀高骨轉一下，樹轉的時間拿前面來，對前面綁出去。綁出去過後，我哋注意我哋一檢頭吼，我哋綁出去時，我哋呢腰位要稍微轉一下，轉過後我哋對後背嘅時間轉過來，我哋綁好起來嘅時間，我哋縮好起來，縮好起來嘅時間要注意講呢點，注意我哋壓縮，我哋壓縮好起來，樹棍俾我哋壓縮過後，我哋做一個樹棍嘅搞彎，再送出去。送出去時間要對我哋安尼樹棍、樹節綁出去，綁出去過後，回張下來，再勒一吼樹呢再勒放起來，拿上去，表下來，到後背腰骨、高骨扭一片，樹綁出去。也都係我哋正面嘅示範，雖然正面嘅示範呢係最主要我轉我哋呢腰位臀高骨嘅轉，唔轉對右邊我哋呢腰位臀高骨轉對右邊，所以我哋呢鏡頭會上右邊，將鏡頭啦面也會上右邊，再係轉左邊嘅時間，我腰位臀高骨轉對左邊，所以我轉嘅時間會對左邊啊，也做一個。示範講啊，我一樣嚟轉，我腰骨個唔係扭到個唔係樹上哈，也係做我做一個事，咁係做一個連續動作咧，正面同側面咧連續動作，俾大家研究一下。也喺我哋做初度嘅動作，希望觀眾朋友呢好好啊來做，幫我哋呢氣場呢按摩一個健康一些，我哋觀眾朋友我哋下一次拿來了。